东哥，今朝在夜花，谁都在为等待球员，等你去看了。稍微要上位球员了，跟咱们去看，去看呀！到好好去模特一等。没好去模特两上那个。是苏姑娘弄一弄。亲自跟俺讲，弄一弄。没好，现在去干播一播。师姐，到有苗过芋头路来。芋头路得了哇！海特两上吧，阿姨说掏点点心的。是个。来，来海。你是海。对呀，你是海。说的你是海呀？我是海么错的呀！你是东江，我是永宁，我是奴才，我是海变得奴气质的呀！就奴气质，那么俺个还算不得调个？你别客气，俺个是野路子啊！不得调的呀！来，来，娘娘太太，堂光个发在等里，那个说错的，俺个开个店当做个大老板的，那个吃错的。那个表哥当时不像个大姑娘的。东哥，你是讲他们俩太得上呢？你都不要看俺个不起。哎呦，你干活怎么总会看你不起？说明俺个高活子有身价的。哦哟，干活子为了身高了，那是。你脖子里出来个，你脖子里出来个。那么是个，我来海特两声。他是两地嘛，东哥。但你一台吃三文顿去啊。吃头小呢。来听来看，你脖子里出来个。娘太太来拜仙家，太官一个发财动的好，比唱 K 片好听啊！哎呦，好听啊！东哥，你再看看咱个种干活的哦，有音乐性的呀。你听呀，太官一个发财动的好。说明来多了说多。这个就是吃干锅啊，这个就是吃干锅。东哥，你再看见太白，太白还有流派了这样的。他为流派。叫百姓公害，国兴神通。那个是为呀。那不为呢？我哟，你真的嘞！可现在话你开店当，一天。不应该太白来计划的，你看嘛看位置哇是了。我三人光了数据，那来听干嘛数据？这数据个太白是五花八门，有个干活子嘛担当，有种拼上当干活子，有这个干活子嘛头上像踏上马车的，那么拿个绳头，那么前头干活子嘛拿个绳头，在地看嘛海上，王女的生意黑，抢王帅。手不接，王女那行接，那么有这个干活子，摊个动力没效力，要杀王女和走发来太光个发来动力啊！个中为哈了，在内特别上跳舞剧上高头，那好本多看了，我三辰光看呀，一跳上来嘛家具，那么第一个身体家具少个来的，那么你来了。欧剧上高头个生意男人头，制作人不该来头，个后家眼睛骨溜溜个来货夹嘴头，个保地不保后，大乌剧吃了个四川我买菜，小乌剧应该的我的备两倍，大乌剧那行家嘎嘎，小乌剧那行家叽叽，大小乌剧一来讲嘛嘎叽嘎，喏，这个不忘了随着原来的复杂的行个第四课就给老得来了。那个谁看见那个老不出，明明做不出呀！哎呀，东哥，这大老板做什么是做不出呀？这哪家做不出呢？吃饭的你们谁也做得出的？哦，你当真我问他的这个？看我活了，不人家有做不看我年纪轻轻嘛，也不肯不让我个呀。咁呢，要动脑筋，想办法。所以要吃饭嘛，就要动脑筋。你想啥办法呢？那么有做不嘛？我就摆个切架。走起路来一切一挂，不应该跟我做呢，话说话讲，谁不对动力本我？那么有做不摆这个切架了，为看不上来。不然呢？那么我原来就想出来摆个盒子。盒子对吧？你到摆看呢？便当呀，那眼睛望住上头一翻嘛。到想摆这个盒子了。有做不会太不着个了。那么我实在没办法嘛，接触在。实际上
这还黑干活的呀？带头马不及青天面，低头看不见路高的。哈家哈水天大路，哇家花水地鸟门，开开金龙水，你就会得举着举，一地不落虚空的，个穷卡富来富卡子个天。来呀，太太，奶奶三家，阿哥兄弟，爷叔爸爸，阿姨婶婶，娘舅舅妈，他公他婆，公子婶呀，哎呀，我是苦难娘，多句句穷人，身边南海山乡，七八不杀了呀。唱绍兴戏的。哎，有的当中的音旁嘛，就来一搭火出去。啥人讲的个？那不子里向嘛，专门有人干活。那个徽州人呀，那徽州人我出来个电台嘛，是对徽联哇，啊这。个徽联就是黄梅戏咯。哎，是哇。黄梅戏嘛，表示中国人欢喜，外国人欢喜。是个。搿么两位参加？哦，我是3位收入呀。你唱唱歌，你都唱唱。你唱唱歌，唱唱歌呢？要么试试歌。试试歌呢？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绿水青山带笑颜。当时不像个大姑娘的。东港你这讲他们俩太得上呢。你都不要看俺家不起。哎呦，你干活怎么总会看那不起？说明俺家搞好只有身价的。哦哟，干活子为了身高了，你是。你脖子里出来个，你脖子里出来个海。那么这个啊，我来海他两声。他这两地嘛，东港。但你一台去吃小馄饨去啊。吃头小呢。你听听那个，你脖子里出来个。娘太太来北县家，太官一个发的动力好，比唱 K 片好听啊！啊，哎呦，好听啊！东哥，你先看看咱个种干活的哦，有音乐性呀。你听呀，太官一个发的动力好。说明来多了说多。哦，这个就是吃干锅啊！这亲戚们也不肯不让我个呀。那么呢，像动脑筋想办法。所以要吃饭嘛，就要动脑筋。你想啥办法呢？那么有做部门，我就摆个切架，走起路来一切一挂，不应该跟我做呢，话水话讲，谁不对动力本我。那么有做部摆这个切架了。为他不上来，不然呢？那么我原来就想出来摆个盒子，盒子对吧？你到摆看呢？便当呀！我眼睛望住上头一翻嘛，多谢你，摆这个盒子了，有做不为他不上个了呀？那么我实在没办法嘛，接触在，事里向这个还干活的呀，带头。马不及青天面，低头看不见路高的。这个就是吃干锅。东哥，南边看见太白，太白还有流派了这样的。他为流派。叫百岁公海，国姓神通。俺家不会呀，那不会呢？我哟，那真的嘞。可现在我来开店当，第二天不应该太白来计划的，你看嘛看位置哇子了。我3人光了数据，那2天干嘛数据？搿数据个太白是五花八门，有个干活子嘛担当，有种拼上当干活子，有这个干活子嘛头上向踏上马车的。那么拿个绳头，那么前头干活子嘛拿个绳头，在店看嘛喊上王女的生意好，抢黄色，受不急，王女那行节，那么有这个干活子，摊个动力没效力，要杀王女和走发来摊，太光个发来动力啊，搿种为啥呢？
山内太白沙，跳乌龟上高头。侬好本多看喏，我三辰光看一眼，一贴上来嘛家具，那么地高身体家具少个来呢，哪么里来了？乌龟上高头个生意难受头，蜘蛛人不该来头，个虎将眼睛骨溜溜，个兰花夹嘴头，个爬地不爬后，大乌龟吃了个四川我买菜，小乌龟应该的我里赔200，大乌龟拿喊讲嘎嘎，小乌龟拿喊讲叽叽，大小乌龟一来讲嘛嘎叽叽叽叽叽嘎，喏，这个补完了随着原来的复场里喊个第4课不就给他学得来了？那个谁科技那个老不出，你做不出呀！哎呀，东哥，这大老板做什么是做不出呀？这哪家做不出呢？吃饭的你们谁也做得出个？哦，那当真我问他的这个，哦，看我活了，不人家有做不看我你东哥，今朝谁要夸，谁都在为等待球员，啊，等你去看了。稍微要上来球员了，哎，等来去看，去看呀！到好好去磨脱一顿。你还去磨脱两啥子？哎，说说过来弄一弄。亲自跟俺讲，弄一弄。你看，这他几个不？哎，思琪啊，哎，到有苗过芋头路来。芋头路得了喂。海特两三吧，还有啥泡点点心的。哎，是个。好了，哎，来海。你是海。呀，你是海。说的你是海呀？你是我是海么错个呀！你是东江，我是庸人，我是奴才，我是海变得怒气去的。就怒气去，那么俺还说不是调个？你别客气，那个是野路子啊！很不起哦，不是调的呀！来呀，来，娘娘太太，堂光的发在等里，那个说错的，俺开个店当做个大老板的，那个吃错的，那个表哥打。